后来，这一2天，伫中国的社群网站微博来小传着一篇的文章，讲因为民进党甲这个台海的局势碰风甲伤过紧张咯，有超过42%的台湾人今仔2番会来去战争，已经开始咧囤物资。这个文章佫打出着民众伫卖场烧钱采买画面。这个中国传出着这款的假消息，袂少的台湾人拢回应讲，实在是真假咯。啊，就有医师来回应讲，人迄真侪人伫卖场咧买物件，迄是民众咧开5倍券，好无？微博有一篇文章写，因为民进党和台海局势紧张，42.6%的民众烦恼两岸发生战争，民众已经开始囤战争发生的救生物资，搁看民众伫美式大卖场买物件的相片，搁盯到微博的热搜，这敢是真的？微博上面的那种讯息，其实真的很多都是假的。抢物资的话，应该现在已经战乱了。对，至少我身边人都没有在囤积物资，然后去买东西也都蛮正常。我想应该不会吧？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是有一些资讯辨别的能力。民众普遍认为，这个消息实在离事实相远。安尼画面只是台湾人买物件日常，加上这几天万圣节办活动，卖场的人难免会较济。有名医生 ICU 医生陈志金嘛伫面册回应讲，这是咧开5倍券啦，而且这只是暂时的物资，一顿去都会红食了了。阮嘛是这去问美食卖场，公关回应，这阵啊工会和民众买的状态拢真正常，无囤物资的情形。网络有真侪假消息，尤其这阵啊共军直直骚扰台湾，制作惊狂，提醒民众看到相关的报道，一定要好好来查证，莫互这种不实的消息影响心情。